在地人在地情，这个台南正统龙里门圣母庙庆祝着元宵，明仔载元宵暝要来放这个高空的烟火，庙方来推算，大约会有50万人来抢看烟火。好运来到，台湾加油！正统龙里门圣母庙抢春牛，为民国60多年办到即马，参加人数一年比一年较侪，已经变成台南的宗教的大代志。有人讲一生一定要来一摆。阮阵落来开始加上这个国际高空烟火，跟这个炸风炮的活动来，供上这个春牛这个上天庭来禀报。今年的编春牛、蜂仔炮甲高空烟火，伫明仔载暗时会举行，会为下晡2点开始，就一寡表演的节目。庙方估计会有50万人参加，相信会真闹热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